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不动产处理条例公布施行以后，市府嘛配合开始全面清查。上午议会民进党团就指出，位伫白河的金子农场有一块123公顷的土地，伫个战后被国民党接收，目前市值超过3亿3千万。民进党团表示，类似这款的不动产，日后每礼拜因拢会提出一笔交付处理委员会来调查确认，嘛呼吁市民踊跃检举申诉，将国民党的不动财产还给国家人民。议会民进党团上午伫总召干事长甲书记长的号召以及议员的小厅，针对白河这块有123公顷的土地，伫战后原本应该归还国有土地，却被国民党接手，并且陆续转卖给第三者，而且现在公告现值已经超过3亿3千万。党团呼吁这款明显不动产，要求国民党提出良心，吐出来。这个所谓的三部曲呢，之前的时候在日据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金子农场呢，后来就是在民国48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就土地登记就为国有，可是呢却在49年隔年49年的8月的时候，就直接转到了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直接这样的一个非法取得如果以现在公告105年度公告现值的话，就是3亿3千多万所以这么大笔的一笔钱在那个时候国民党国库通党库，而且不花1毛钱的情况之下，直接变成他们的党产。我想今天我们先公告白河地区这样子的一个不当党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其实有更多的这样不当党产的案例那我们希望说国民党能够老老实实的将不当党产全部吐出来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是国家所拥有的。党团成员伊发言嘛表示，国民党类似要开一省钱接收，然后国库通党库，甚至搁再卖给第三者的不动产3部曲，因拍算1礼拜报了一笔，嘛呼吁市民现在是有正义的党员，勇敢检举申诉，因将伊清查，将长期霸占咱的国有财产还给人民。不当党产，还财于民。全面追查，不当党产，还财于民。对此，国民党籍议员苏哈表示，民进党对中央到地方拢同款，配合不动产要来转移执政无能的焦点。另外，市府嘛回应，对不动产处理条例公布施行以后，就开始全面清查，公告上网。只要遗失的不动产，拢会送交处理委员会调查确认。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全国各县市调整公告地价，台南市平均去了32.36%，所以顾虑到纳税人的权益，财政部宣布延长自用主体优惠税率的申请时间。针对今年9月22号进前，符合自用主体用地要件的民众，会当伫11月30号进前提出申请，上侪会当节省4倍以上的税金。全国各县市调起地价税，其中台南市平均起伏是32.36%，使予市民感觉到压力。为了顾及纳税义务人的权益，财政部宣布延长自用主体优惠税率的申请时间，针对今年9月22号进前，符合自用主体用地要件的纳税义务人，会当伫11月30号进前提出优惠税率的申请，上介济会当省下4倍以上的税金。换税率是10%，也就是1%。可是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只要是1/1000，
就是2%，也就是0.2%，一差的差5倍底下，差5倍底下哦哈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呼吁大家进来申请，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消息哈，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用地是10%，就是差5倍伫咧遐，所以如果说用5倍跟1倍之间来看，那我们就差了4倍哦，257块，咱平均一户的负担乘以4，拄好是1028块，也就是只要现在赶快来申请，还有20多天赶快来申请，一户会当节省1028块。所以没有申请的民众，请赶快提出来申请。财政税务局指出，自用主体用地只要符合3个要件，2个限制就会当申请，而且自用主体优惠税率是2%，一般土地税率则是10%到55%，相差非常的大。符合资格民众，财税局将会主动更正，也就是退还已缴的差额。减少民众的负担。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近年来，想买饲狗的民众有真侪拢会用领养代替购买，不过大部分的人拢较爱细只狗仔，较少领养已经大只的狗仔。但是明年开始，全台湾要实施零捕杀。流浪狗的收容问题一定会大受影响，所以动保处特别举办一场领养记者会，要让大家了解经过训练的成犬，也是非常的高水，鼓励民众拥有领养。细只狗仔高水亲近人的模样，互真侪人看了拢真想要带转去饲。但是成年的狗仔咧，因为流浪动物每一档以1万只左右的数量伫咧成长。不过明年开始，全台将实施零捕杀，对着动物收容所的空间也有环境，拢是一大冲击。所以，台南市动物保护处伫9号上午，伫生化动物之家为在经过训练之后，非常温和、亲近人的成年狗仔举办领养记者会，希望会当提升民众领养成年狗仔的兴趣。所以，阮家就为着要推这大只狗啊、大型狗，想尽了很多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把它训练过，然后人的接受度来管接受度管，咱当然塞个嘴。所以开始我们就召集助工啦，跟里面人员开始每一个都会做训练师。那他们也会养狗，也会训练，各方面都来了，所以开始一直训练。那训练了，我们就开辟了这个2个园区。那结果人来看看，那个认养就提高了。哇，最近都提高很多。那我想每一只狗去到人主动会当有人来照顾，这个最好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唔免惊，因为经过训练，虽然你的个性刚刚大只，还是可以调试。所以这里安心欢迎大家做回来领狗啊上重要就讲，不要再做弃犬啦，忙去人放狗黑白放那有啥问题就找阮，阮这边拢会替伊解决。伫动物之家户外空间，会当看到草皮上有真侪间彩色的狗仔厝，被号做是旺彩客栈。住伫内面的，就是经过长时间训练，会当听会晓基本的口令，个性非常温和，又搁亲近人的成年狗仔。看到有人接近，每一只狗仔拢热情迎接，有的是点点趴伫咧涂骹，等待新的主人来领养。每一只狗仔拢非常的古锥。如果对着饲养动物有兴趣，不妨前往动物之家领养一只甲家己上界有缘的成年狗仔。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让青少年会当更加了解法律，市府教育局甲台南地方法院等单位共同合办的青少年认识法律擂台赛，已经迈入第10届。今年的决赛选伫东港国小举办，有36支队伍来争取冠军。已经迈入第10届青少年认识法律擂台赛。今年新的比赛方式为抢答改成夜排，让每一个队伍拢有更加侪答题机会。来参赛同学拢非常的认真，伫咧做事前准备，也邀请检察官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担任咨询委员，为同学做出正确的解答。参加这个比赛，让我们学到很多关于法律的知识，然后在生活上很多都可以运用得到。
让我们成为一个法律小达人。只是想说好像很有趣，就是来参加看看，结果就是越来越有兴趣，然后真的学到很多。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会去读很多的书，然后就可以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很多都可以应用在生活上面，很实用。为初赛95队到决赛36队当中选出前6名，前6名的学生会当得到奖杯，也有奖状。前5名佫会当得到图书礼券。希望透过这届比赛，让更加侪青少年培养法律的知识，成为守法的国民。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第二节马上带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富城赤坎社交大会是台湾上届有名的大会之一。今年11月12号、13号，特别选伫具有历史风貌的赤坎楼来举办，希望为参加的民众带来一场视觉甲味觉的大会响应。台湾的茶叶世界出名，无论是品质甲名声，拢是世界一等。而台南原本就是台湾茶叶文化发源地。为了推广茶叶，让更加侪人认识，台南市茶叶促进会为2004年开始，配合台南市政府高级文化利用以及带动文化观光政策，开始举办府城赤坎社交大会，至今已经迈入第13届。细造茶会呢，从2004年就开始了，那今年到2016年是第13届。所以说，我们深耕在台湾推广这个茶文化，是我们台湾茶人呢，一直在推广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年呢，用了设了8个茶席，然后由卢炳华老师呢来指导。那我们今年所泡的茶是木栅铁观音的头等奖，是105年的头等奖。那另外还有一泡是大一点的高冷茶。来品茗可以品到2种茶样都可以同样品茗得到。府城赤坎社交大会将伫11月12号、13号2天举办，估计有160席次。开幕时间伫12号下晡2点半、4点以及7点，总共3场。13号下晡2点40以及4点2场。目前村内席次已经无济。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赶紧定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早发型的失智症当中，伊得阿兹海默症的上介济，不过有一种额颞叶型失智症，一般人就较无了解。这种失智症拄开始的症状，甲阿兹海默症无同款，并无认知的问题，但是会出现行为的问题。要诊断甲照顾较困难，所以生态病院特别甲民间团体成立失智症家属支持团队，要来帮助患者甲家属。所谓早发型失智症，就是发病年龄比65岁更较少。根据现代失智症中心统计，比例大约占19%。而早发型除了阿兹海默症上济，民众较无了解就是额颞叶失智症。一般病因较无了解，初期拢是行为个性变化，但是记忆力并无影响。额颞叶失智症不容易被发现的几个原因，包含的是它的症状可能不像是一般认知记忆功能的改变，它出现的比较多的是行为、个性或是一些的那个饮食行为的不同。
第二个部分是它比较不被大家所知道。阿兹海默症因为宣传、新闻、电影，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可是这一类特殊的部分，大家会想说，为什么一个人变了？为什么一个人不一样？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因为它的研究还不够多，然后我们对于这个刚才讲说它的病因真正的造成的成因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也会比较难去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照护的部分，所以我们才希望透过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知道什么叫做额颞叶失智症，然后有一定程度的注意。那接下来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做，提供更好的服务跟照护。因为发病原因不明，而且目前也无药物会当改善额颞叶失智症，因此对病人和家属照顾就无简单。因此，成大病医和日兰遮失智症协会在今年8月份特别成立台湾头一个额颞叶失智症的家属支持团体——海马俱乐部，希望提供家属和患者一个咨询的平台。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女性朋友关心的乳癌问题，近年来经过教育宣导，体检筛检发现的比例已经大大提升。不过，除了恶性肿瘤以外，另外一种大部分是良性的叶状肿瘤，有一位患者因为惊处理，竟然2个月时间，直径就大到超过25公分，非常的罕见。后来经过测度之后，目前病况稳定。一名49岁女性因为正边的乳房肿大，敢若2个月就增加参像骹球这大。医生表示，直径已经超过25公分，加上血水就至少4-5公斤，相当罕见。而且患者竟然是因为医疗资讯不够，家己感觉是癌症末期惊处理，所以一直拖。后来医生诊断是良性的叶状肿瘤，需要全部切除，无法度保留。叶状肿瘤相对发生率少，所以一般医生也很少会遇到很多叶状肿瘤的案例。这个患者的话，他本身其实这是跟台南医院的民众的性质有关系。在台南医院就医的很多患者，其实上是较低社经阶层，他们对疾病的认识度较少。那这患者他本身他会把肿瘤养这么大，他本身也是除了资讯不足，他也是害怕，所以不过这肿瘤的特色就是它会快速的长大。所以它其实是在2年前虽然有，可是在最近这1-2个月迅速就变大起来。之前可能大小可能原来的可能1半左右而已，可是在开刀前的那1-2个月，忽然瞬间就一直在变大起来。这肿瘤会有这样的特色，虽然是这目前最后病理报告并不是恶性，可是它其实是在这个叫边缘性肿瘤，在介于良性跟恶性之间，它的成长速度还是可以非常惊人的。这没办法保留了，对，这种 size 大概从文献上来看的话，大概一般大概20公分的都已经很罕见，大概20公分以上就都建议会全切除了。患者经过追踪单外，目前病况稳定，并无搁再压起来现象。对此医生提醒，虽然叶肿瘤多数拢是良性，治疗过后效果嘛相当的好，不过有缘可能以恶性形态搁再出现，千万唔通大意。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0度到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7级，上高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1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